大家好，我係展銷王聯盟創辦人 Edward， 喺度透過互相分享學習展銷實戰經驗，一齊成為展銷王。歡迎品牌供應商加入展銷王聯盟。詳情如下：有關品牌供應商對象，我哋正在尋找認同資源共享、互利共贏理念嘅食品、飲品及生活百貨品牌供應商，特別係第一係初創品牌，希望快速建立線下渠道，測試市場反應；第二係成長期品牌，渴望突破銷售瓶頸，接觸更優質批發零售客戶同場地資源；第三係成熟品牌，尋求成本更優、效率更高新型嘅分銷模式，並願意分享經驗，建立行業影響力。有關會員核心福利，第一係品牌可以深度曝光，你嘅品牌產品將會存檔，用作批發零售宣傳同員工展銷對接之用。你獲得嘅遠不止一個廣告位，而係一個完整嘅生意爆數系統。第二係專屬社群交流，加入供應商核心群組，與同行及展銷場主即時交流市場情報，交換場地心得，避免中伏。第三係供應商之間資源共享，增加銷售頻道，減低成本。我哋已集合過萬零售個人客戶群，30多間門店合作，一年50多次公司員工展等等活動，供應商互相推廣及賣貨到各自客群，提高銷售。三、如何加入？我哋深信優質商圈係篩選出嚟，因此我哋採取申請審核制，以確保每位成員都能為聯盟帶嚟價值。品牌供應商會員需要提供品牌 logo 相片及介紹文字作批核，詳情可參考介紹欄及聯絡展銷王聯盟 WhatsApp。請立即行動，唔再單打獨鬥，一齊成為展銷爆數王。